装过去了，把虾还带好啊。哎，这个很清楚。Hello， 这里哎，过来了，好。终于下来了。欢迎。早知道就不回去了。对啊，其实也没多远。就坐车一2、3个小时就到了，它本来也不远，就认真坐嘛。后面是小拉姆，前面是天错。前面是施琅，那是曲江翠来了。你好。哎呦，这个针胶器有点没调好，跟胶的那个。今天有几个韩国的朋友啊，韩国的联系了，他星期1月3号要来啊。哎呀，去送什么？他要送什么鞭？送那个是鞭那种啊？我说没必要。我说你直接那个一个牌匾那种，他要跟团队送那个，我说没必要，或者你送水吧，那个东西别人也没有地方放啊。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呀，送那个。这没地方放啊，他那个东西，还有就是不怎么做，对啊，但是他们没做吗？没有，我说你到了之后，他1月3号来的嘛，他说来吧。好了，刚刚这个机器这个胶条没固定好，这个是他是1月3号要来的吧？我不知道他来不来，因为今晚上今天晚上就到了。对，今晚上住在那个小楼里面，他过生了，等会就走了，就直接到那边去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来，应该晚一点来，晚一点应该。
线就开出来了。我在调那个设备，我那个跟焦器、跟焦电机没调好，就是让它缩小。我用的那个DJI 那个稳定器。修旁边是高高的那个叫走马出，然后隔壁是带中，白衣服那个就叫用侍郎，后面黑衣服是人清错，这个小朋友叫绿色的就是曲张错，旁边蓝色衣服叫小拉姆，甘孜州的曲张错是德国线的，它都是甘孜州，一个德国，一个甘孜，这个。小拉姆后面是人真卓玛，这次应该停留比较久哦，没问他，等会儿问一下。回去几天又来了，这个是这个名字不知道，没去问，不一定是每天都来。幸运猪不知道哎。他金明珠说1月3号要来嘛，但是他没有联系，没发消息，信息没发呀。他这几天不是在空难现场做志愿者吗？他不是，他那个出事的客机距离他那个20公里，然后他在做那个志愿者。苏拉的表妹上场了，
休息几天了吧？我不知道昨天没来。这个位置光线还可以吧？嗯，而且这边声音还大，收音效果好。就这个位置可以。那边这边和这边都有灯光。其实拍一半杀一半留一半。我是直播不准的。我说拉到8点10多分才能来得到吗？现在都还没来。他在群里面聊天了嘛？他在群里面聊天了嘛？好。这个眼镜儿每次要挡着鼻子，他故意卡到里面。以前，那个，不好说。哎，这边，哎，这儿送哈达了，这个老几位，基本他把它推有点方便那个，基本上每一场都会送几个人，就是丽丽啊，丽丽经常送一下，只要丽丽来了，每场都要送。这段时间还没送，而新人来了，他觉得跳得好的他也要送。你看这个，他故意分拨了一下。跳得不好，他插到里面。
老福穿了那个藏装，他只穿了一半。他跟人人走马一起摆龙门阵聊天。小拉姆，哎，去了都去抱小朋友去了吗？那个才7个月大，他姐姐的。我想去蒸，哎，他们为什么要错开呢？小拉布啊，你和曲长处在一起跳吧，不然都分开了。有咳嗽，他还是有点咳。怎么了？弄2圈呢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什么穿着啊？今天朵儿穿的这个，哎，戴了帽子的嘛，穿的一样的哟，有点像。这人那个。别烫。这要是搞里面小朋友一圈。穿了绿色的，都是穿了绿色前面，台中那边。呀，他都认这个champion。
你姐姐呢？没来呢？没看到她呢？还没到。勇儿也是，现在体重减了好多啊，还晕过去了，营养没跟上。看来我还去问一下他名字哦，这两个还没去问。基本上这段时间每天都来。就是保存这个保存这抖音的是用没人了，只你们两个人了。掉队了是吧？只有2个3个人。都不，现在小朋友，啊什么说什么小孩什么？这好看呀，不想看。
太小了，这个片子太小了。这两个还没上。这小罗没来，他等会儿应该在收拾布置房间，要布置那个餐厅。真的白的，黑的，白的。
小罗是小罗，罗罗叫他罗罗小罗。3圈，就3圈，加灯子在里面就是4圈了。今天欧姆没来，永吉没来。还有那些啊，曲嘴儿没来，永贞没来，小罗没来，还有扎西曲真没来。错母也没来，还有那个，还有思思也没来。曲嘴来了，刚刚是没来的来了，这玉珠也来了，对，2个。8点多少？8点半，8点40了，过来才调20分钟就是22，最多30分钟。拿醋来了，拿醋，看还有水。哦，丽丽，对，还有个丽丽没来。这2个。麦吉没来，麦班吉没来，小西西来了，犯错了。那
大宝知道吧？这个啊？谁讲那个？啊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他来的今天不知道。不是团队的吧？啊？不是团队的吧？不是呀，不知道。今天豆妹穿的新衣服。
五来路。小生吗？小生的吗 ？Hello， 很少来这边看到你。我向你拍照没？小生韩国毕业了嘛？他在韩国已经结束学业了，就是回国了嘛。秋季，第二个扎西跟子他们还在旁边没跳。扎西后面是德泰，后面是阿布后面是江村。这是那个。江村后面走马出雍正来了，雍正，第三个是岱宗，第四个是拉措，第五个是歌唱曲真黑衣服的，第六个是热金措，第七个是绿衣服是拉措，第七个是朵儿戴帽子的，第八个是苏拉，第九个是苏拉的表妹。第10个是曲卓尔，第11个是老福步兵，第11个是玉珠黑衣服那个，第12个是人真卓玛，和第是和个两姐妹，中间是那雍二，雍正的妹妹。搞忘了跳了没有？以前专门训练了几天嘛。搞忘了。
耶，啦啦吉苏巴泽耶，真吉巴马克泽里瓦丘，啦吉苏巴泽耶，真吉巴马克泽里瓦丘。妈这些爸妈可嘴里话说，怎么这些啦爸妈这些爸妈可嘴里话说。看见没有？后面有个美女。你看，这是正宗的嘛？啊，是正宗嘛？哎，这个是哦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好久不见，什么时候来的？金明珠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呀！这是小生当翻译吗？小生当翻译吗？小生这个就是金明珠，认识啊，认识啊。辛苦。对，我们这边。他在韩国那边会议现场做志愿者这2年。 그리고 미스터 훈이翻译吗？ 매니저.认识。这小生，他跳舞的。来几个？他们2个都一起。现在交流方便一点，他以前这个有英文，然后之前韩文嘛，因为有小生可以帮翻译。这是韩国的 manager， 他们经理俱乐部的。拥挤来小生他是在韩国留学的。我知道幼泰没来吗？幼泰。这是他们经理，这个就请问他，这个是你问一下是不是叫幼泰？他们훈이 카페 티고한 카페 매니저. 매니저. 나이가 들어서 안 들어가고. 아? 小常嘛，小罗生日。就在民族拉姆。他来忙他那个，正在布置现场。这个是什么？经理俱乐部的。
民族。他本来说要送我做个什么编的那个，做那个编，就是我觉得我说到时后来说再商量吧。진짜로. 그다음에 좋아하시는 분이 어르신네가 여기 오셨어요. 그래서有一个喜欢你的老人在外面等你。저기 김우태 이름이. 他说的是那个人的名字，叫金。저기 치장 추억 보러 여기까지 왔어요. 그 나이 드신 분이. 有一个老人正在看你。要不跟他说要等我跳完舞再去， 영광이야. 跳完高中我再去。 아주 영광. 내일 저기 서우선 언니하고 다 같이 점심. 야부한테 얘기 들은지 또. 야부한테 들었는지. 아니 그 야부한테 점심 먹는 거 들었는지. 没听过雅布叔叔跟你说一起吃饭。 오케이. 哎，你这个他是一起的，他们三个人。有4个，有一个还在外面。哦，还有4个人。上年这个不想进来。哦，好好好。韩国的朋友，韩国对韩国来看球。对。你要好好的跳舞知道吗？要不是他说跳的，都跳到韩国去了。帮吗？马达我有。没带呀，今天因为今天有人过生嘛，生日我就没带他，因为回去很晚，1点多，12点1点多才回去。今晚生日是小罗。在哪里？在餐厅里面，咱们就。조금 이따가好的。冷不冷？啊，冷，还是把衣服穿上。对。哎，拉木娃来了吗？娃娃来了，都是过来跳20多分钟，半个小时。刚起来又上去了。上 TV 这东西。拿着吧，那个反正那个还有3天的消息。哦，我那个这3天我都在成都。邀请一下。你这个是干什么？
啊，这是韩国的网友。哦，他们有个粉丝俱乐部，他们4个来了4个人，还有一个上年纪在外面。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很喜欢。哦，做好了吗？哎，做好了吗？他之前跟我说他就做这种，之前就说做这种，我说我现在我都没。这样子横的嘛，横的这样。마음에 들어요. 김민재 씨도在뒤에서 안녕하세요. 他之前跟我说做那种，但是我觉得太麻烦，我说你直接送他们团队送些水就可以了，没必要。他说他给女性队员准备了马斯克准备了面膜。好。想起来了，他说他后天就来成都，真的来了。他们来了4个人，这个他们团队的有，收到，那天还说了，过2天成都见。他说后天成都见，真的就来了。他们4个哪4个？他们跟女孩子说准备面膜，他这个人也是，这个也是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戴帽子。对，就是他们粉丝俱乐部。1、2、3，才3个对吧？3个人。是还有个在外面没来。幸好你今天来，你看昨天你没来的话就。昨天没来了嘛？看一下。这什么？这个是他是那个团队的旗帜。남자. K3 是他们说了是没确定，因为今天小乐生日的嘛。你还要抽吗？对啊，就是民族大幕。他们给女孩子送面膜，送一些，男的不知道送什么，反正总要送。 그거를 아직 안 했는데 따뜻한 거 찍어서 저거 여기서 하면 안 되지.我都没确定他们接下来，他说1月3号要来接上。那个排练我都我说你不用做那个太麻烦了。他们还是在韩国做的，我以为是这边那个。 牛山，他会韩语，对，小生会翻译一下，小生会韩语的，就方便很多。一大堆的礼物，
给女孩子送了韩国的面膜，对，赤橙蓝姆，赤橙。这个旁边我们去问我们那两个，昨夜这个是，昨夜是很经典的，因为这个是谁？现在娃娃和曲张错了哦，说错了，娃娃和曲张两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好，现在跟他发的朋友圈是不是？好像是吧，他们两个经常，他日常他发的是曲张的，曲张和拉木娃那两个的，都是分开发的，但是他自己账号上面发的全是他们两个的。现在今天又出了新的歌曲，歌状舞方面的，应该等到多久？应该也要跳那个。已经太用力了。他不是动作做得很好，他幅度很大。啊，哎呀，冲了几%，一分钟冲1%。今天晚上跳的晚一点点，9点15了。有一首2首，1首都2首没拍，要
相机没电了，这3%的电，像8%还可以。감사합니다. 왜 화면하고 너무 틀려. 筷子2根3根。哦，当时好贱，好的好的。吃饭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他因为他翻译的不一样。Yo
还没跳够，哎呀，还没跳够，我已经出汗了。我每个星期出来过瘾啊，可以。味道不错啊。对，我是把那个合作那个。我的音效也可以的。那个。好跳啊！还有上吧，到我这随便啊，谁的？这儿有啊，谁在你的？他们接着影响，反正这一直心里头有点害怕。就这些嘛，就这个嘛，狼签嘛，狼签，那个叫什么？这狼签国装嘛，就这个锅也可以啊，你不要多长，3分钟不到。还有点害怕。你不跳，一起跳嘛，就跳那个嘛，狼签国装嘛，这个嘛。他在导演给你表演现在，你记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也要把前面跳。我差点打过来。
这就挡到了。哦不，我一会儿就要往前走去。准备好，赶紧给我准备一下。各单位注意了，要准备了。来，开始。前点，往前点。你觉得呢？你看你。就可以。啊，我开光嘛，我就剩一口电了。我是这个单位。等一下找你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准备了啊！开始了。有声音就可以，我们来对。这个叫什么段？小剧场。跳两段啊，两段啊。继续。
好手。又停了，都没知道。晓得吧？来的没事的。还好吃。啊，第一次跳。还推荐要去。那是。我自己要去。没有去。这个去跑步。Sala哥你在哪里？谁让我哥哥来里头里？你都在几天嘛呀哪里？谁个来去上到这就做谁？很秀。哎呀，往这个方向走一步啊！Sala哥哥你在哪里？谁让我哥哥过来里头里？你都在几天嘛呀哪里？谁个来去上到这就做谁？哎，让我换个手机玩。往我这个方向，不往他的方向。Sala哥哥没到哪里？谁让我哥哥爬起没多里？谁？你都着急别把呀哪里？谁干了去上到这就做谁？好，下一次。上来了啊！练习一下。
个叫杨金拉木的声音语，声音的声，语言的语，杨金拉木的声音语。声音的声，不是身体的声，身体的声，哦不是，打错字了，声音的声，不是身体的声，声音。他那个。啊，这个吧。注意到有没有吧？是有绿的，他不晓得上吃也快哦。他那上头的，没有就是什么要粉丝多少啊？晓得没有？才7分钟。那是9天有事了。左边那个是大鸡。那啥是4郎？讲东西。我们去小洲去了，我们跑到中国移动去了。你看，你没直播的吗？中国移动那边的。那个跟着南浦那地方，吃南浦那些，那小学生戴口罩的，你收小学生嘛？你过去了？昨天一把一说那就结束，我老三的可罗说大有比，一天就全洋洋说马比比说，我要去比干这说。我要去比个这说的比你哦，这里的小牛差他就小牛。
中国天是1万1的。中梦嘛，中梦。可以不可以？我准备来翻翻了嘛。昨天调换好没有？调了。五一路那边很多人。五一路那边。我上次来了呀，我天天来。我就是去玩。准备来给我。咱们能有多少一世界？所有东西把都音乐所提示着，来了看着沉迷所打打错，说也去冲看的那所打的是，也去冲看的那所打的是，也去冲看的那所打的是。要不要跳舞嘞？
吧？你看嘛也好啊。不是我做是他是的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什么都是你别听我在听我啊，这就不行。这个天天随时过来噻。哎，你还在哪里？在这儿？对啊，在哪跳？就还是西边桥啊？没有，我到处都在跳。你主要是还是西门桥的嘛？对，西边桥没走。西边桥还有那个江西会。江西会嘛。江西会台现在太少了，没有人了。这一起跳嘛，一起跳嘛，要不一起跳的不可以，去吧。你们两个不穿上装，他穿上装在中间，刚好。觉得我哎，这就快动起来了。好，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不怪我。我都要拍。继续，人家还要排后面的，就是排后面。主要在排后面的。就是两个作品。我这不那个了，说了一个不错玩的。故意的。
那当中的去吧，中人去吧，中人去吧，也可以啦，今日有花有啦，天天长花那几个。